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现主是咱来团的今仔日要唱的诗歌，这诗歌拢真熟吼。来，咱第一位，圣诗266首。信息266。第二位，圣诗498首，主的福音真道理。圣诗498首。历史到这咱有带手机请关机是关做震动请咱安静默祷，预备心做礼拜。
伊个面前有尊贵甲威严，伫伊个圣所有关灵甲荣光。八时中的特族啊，恁着将关灵、荣光归予耶和华，归予耶和华，用伊个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。带领你来入伊个院，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。全地伫伊个面前袅袅喘，伫地板中着讲：耶和华做王，伫世界坚固袂摇动。伊要照公平审判万百姓。咱三甲来吟诗，圣诗266首，请来咱着主唱歌。圣诗266首，咱来起立来吟全首。咱三甲用上帝话来启应，启应文第5篇，诗篇第8篇。启应文第5篇，我来启，恁来应。上主，我的主啊，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。你起做要塞，封闭敌人。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，啊，人算什么？你要遐尼关心？你创造人，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。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，一切羊甲驴，空中的飞鸟，这主，阮的主，你的威严普遍全地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，你牵得阮儿乐甲尊重。过去的一年来，因为冠绝病毒，互人心无平安。现今是新的一年的开始，虽然这病毒并无消灭，犹原带来生活中的困扰。伫人能力的有限中，阮相信上帝你有你美好的旨意，爱阮伫即件事中。得到合适的功课，求主为阮做清气的心，将主圣洁的道路指示阮，互阮行伊的路，佮谨慎听主的声。得到对主内的智慧的心，互阮无惊遐目前的苦境，继续踮伫合你心意、正直的道路。伫困苦悲痛中的人，求主怜悯，时时帮赞安慰。伫新的一年，阮感谢你，每日赐阮性命的活气，利用的食物，生活中需要拢无欠缺，有丰富的恩典，得享受平安、喜乐甲自由。互调阮专心来听你，遵守你听厝边，亲像家己的听心。伫每日的生活中，
求主亲自甲阮讲话，并且要应验主的同在，愿心尊主最大，因为你顾念卑微的阮，求你施怜悯直到永远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俄勒圣歌队要俄勒的诗是：我信俄勒上帝，我信俄勒上帝。同齐专心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《使徒行传》19章1节到7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9章1节
保罗伫哥林多的时，保罗经过顶世的地方，到以弗所，拄着几若个学生，问伊讲：恁信的时，捌受着圣神无？因讲：连圣神的赏赐也无，阮也毋捌听见。第3章讲安尼，就恁受洗礼来归伫什么啊？因就讲约翰的洗礼。保罗讲约翰惊反悔洗礼，甲百姓讲，着信对尾伊来的，就是耶稣。第5节，遐个人听见就受洗礼，归伫主耶稣的名。保罗甲因换手，圣神就伫因随时讲遮的口腔，甲先知的话，共约12人。愿上帝赐福听叹伊话的人。今日上帝借着牧师传予咱的信息是：上帝的新创造，上帝的新创造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踮伫寒冷的时，感谢你由愿听阮、照顾阮，互阮会当三甲踮伫你的圣殿中间敬拜。愿主你的神运行踮伫阮中间，感动阮正兄弟姊妹的心，互阮对你的话，阮得到帮赞，互阮领受祝福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仔来平安。咱今年踮伫一个真寒冷的时刻，伫每一个时刻，咱敢若拢有新的学习。透早来到伫遮，这兄弟姊妹就甲我讲，今仔日较亲像台北吼，敢若南部较少遮尔寒对无？南部的天气甲北部确实有真侪无共款，因为踮伫台北是一路拢寒，无论去到伫倒拢寒。但是透早来到伫遮，咱会发现为虾米我甲牧师愈徛愈外口无？愈徛愈外口是因为缀着日头咧走，因为有日头咧照会较烧热。其实有当时人的性命敢若就是安尼，咱是缀咧光咧走对无？咱经过圣诞节，咱咧讲光的信息。所以过了圣诞节了后，咱嘛共款，咱一直咧学习缀光来向前行。所以光照远大道，咱就行远大道，因为有遐有温暖，有光就有温暖，有光就带来新的愿望。所以踮伫咱遮咧生活检采，北部的人真正足欣羡的，因为北部大概讲拢看无日头，拢是踮伫一个真寒冷的过程中间。就是因为安尼，咱需要光，就是踮伫即个黑暗的时刻，咱需要光会来到。顶礼拜咱踮伫1月初6，其实有一个教会节期内面真重要的节期，叫做主显现的节期。主显现的节日代表圣诞节的节期已经结束，所以今仔日经过主显现的日了后，今仔日踮伫教会的节期内面。今仔日叫做是主受洗的主日，就是主耶稣受洗的主日。洗礼对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时刻。逐摆咱踮伫教会内面行洗礼，其实拢会带予人真大的感动。逐摆咱参与，尤其是咱真接近的兄弟姊妹，当伊要领受洗礼的时阵，咱的心内底是激动的，咱的心有侪感动。但是咱嘛需要照着每一摆参加的时，转去问一个问题：咱一开始洗礼的时阵是怎样咧？咱一开始洗礼时的感动是怎样？到现在，对古早到现在，我家己敢有一寡改变无？我有哪来哪认捌耶稣无？我有哪来哪体会？洗礼的气力踮伫我家己的生命中间，不断地显现，不断地带我行每一日无。也就是讲，咱自洗礼迄日开始到呾，有的人可能几礼拜，有的人已经几啊年、几啊十年。咱一年一年，敢有搁较认捌耶稣吗？今仔日咱要透过《使徒行传》这段圣经，咱要看一个短短的故事，但是
读这个故事的时阵，有当时咱来搁向头前一挂，搁向头前一挂是点28章的24节开始，伊咧讲一个上帝工人的事。一个上帝的工人，伊的名叫做阿波罗。阿波罗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传教者，伊有足丰富的口才，伊有足侪文字，对圣经有正确的认捌，受过相当的训练，心内底嘛真火热，常常咧教导，会当人解释圣经。伊会当带来侪帮助，但是伊抑阁有无教业的所在。伊无教业的所在是啥物？伊敢若知影约翰的洗礼，伊也无明白到底上帝的道路是啥物。所以保罗有两个同工，阿基拉甲贝基拉甲阿古拉，因两个人知影即件事，特别来正做阿波罗的帮衬，邀请阿波罗到伫因的家，伊解释上帝的道路到底是啥物。对这样事，咱知影讲，阿波罗已经是一个真有文字、真有才调的传教者，总是伊抑阁行伫一个不断爱学习的过程。阿波罗踮伫伊所传教、伊所服侍的过程，其实带来真侪祝福。有侪人敢若领受了约翰的洗礼，所以当保罗去到伫以弗所的时阵，伊碰到遮个人啊，伊碰到一群人，即群人保罗问伊讲：恁信主的时阵吼，恁敢捌受过圣神啊？恁敢有认捌圣神？啊，遮个信徒，以弗所的信徒听保罗安尼问，因感觉，这到底咧问啥？圣神这两字对以弗所的信徒来讲，敢若是完全毋捌听过。因有一个优点，因足诚实的。因为现在吼，咱逐摆若是互人问讲有一个问题，咱毋知影的，人拢毋敢讲了。逐个人拢毋敢讲，我毋知影。遮个人真诚实，因讲我毋知，我毋捌听过讲到底啥物是圣神的洗礼，到底啥物有即回事吗？保罗感觉真奇怪，为什么遮个人受洗礼竟然无听过呢？伊阁继续问。安尼，恁到底受的洗礼是啥物？这个信徒回答是约翰的。这互保罗有小可了解啊。阿波罗进前踮伫遐所传讲的是约翰的洗礼，但是伊还未正确甲因解释到底耶稣的洗礼是啥物。对这个信徒来讲，因也是踮伫伊的认捌是头前的，啊无踮伫后壁。所以洗礼对一开始到后壁，其实信仰永远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不断咧学习，不断咧追求。所以因无正确的认捌，但是因知影约翰的洗礼，约翰的洗礼是要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约翰的洗礼是爱唤起人悔改，但是约翰的工作更较重要的是，爱人看背叛人的心要接受耶稣基督，这是约翰的洗礼。所以保罗看到这个信徒的时阵，伊知影这个信徒需要进一步的认捌。以弗所的信徒真诚实讲，阮毋知，阮有无了解的所在。因为这个无了解，直到保罗有机会因有进一步的解释。踮伫台湾的社会，其实要讲我毋知是足困难的了。要人坦白讲这个问题，我毋知足困难的。陪伴囡仔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定定拢会拄着讲，有的时阵囡仔咧烦，囡仔咧哭，啊家长就会足生气，问伊讲：啊你到底咧哭啥物？你到底为啥物即马咧烦？啊，通常囡仔拢讲啥？囡仔拢讲我毋知。啊，当囡仔讲我毋知的时阵，家长的反应是啥物？家长的反应是：你哪有可能毋知？你无讲，我哪会知？啊，然后情绪就开始歹啊。所以伫迄个
分享那个对话的过程中间，咱会无注意的中间，其实咱哄囡仔讲，伊袂当讲我毋知。啊，但是咱若是较了解，就知影囡仔是真正毋知对无？囡仔真正毋知，伊到底咧效啥物？伊的情绪要无稳定啥物？但是到伫大汉了后，去到伫学校，当老师咧问一个问题，学生毋知的时阵，通常学生会安怎反应？咱内底就侪做老师的，啊，通常学生拢会安怎反应？通常学生拢有一个开始黑白纸，就是无想要坦白讲我毋知，也是真正我无读到。学生会开始用足侪方法想要来暗藏讲我毋知这个事实，但是老师你知影伊毋知无？老师大概拢知影因是毋知的，所以伫这个知也毋知的过程，其实是咱需要真正坦白去面对讲，生命中间有足侪事我毋知，也是我无准备。伫这个无准备的过程，我要追求的是，搁煞来上帝，你要安怎带我？顶礼拜三咱开始一个查经班，咱拜三暗暝，咱开始巴克利圣经学堂。有侪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到伫教会中间，要学习认捌上帝的话语。一开始当教育部咧找我讨论这个事工的时阵，我已经有足大的紧张啊！我有足大的紧张，也有足大的欢喜。紧张的是啥？要带人读圣经的话语吼，老实讲是对于传教者来讲上大的挑战。因为我永远毋知，咱大家会看到啥物，咱大家会对这段圣经节读到啥物，有无共款的观点，有无共款的想法。啊，特别当咱会问出来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牧师真正毋知要安怎回答。有的问题，老实讲，牧师嘛毋知。啊，但是足欢喜的是啥物？足欢喜的是，咱大家人会当照着上帝的话语。对毋知做伙敲吹，咱会当学习啥物？咱会当知影啥物？进前踮伫咧读神学院的时阵，阮一个老师就讲，读神学院经过3年的训练，互你上大的学习的是啥物？啊，老师伫台下顶问所有学生，学生当然讲啥物？我毋知。学生都来拢讲我毋知。啊，老师就继续讲，对，读3年上介重要的就是我毋知。读3年的神学院，互你上重要的学习就是我毋知。但是这个老师佫继续讲啊，伊讲，这个我毋知，我的我毋知，甲你的我毋知是无共款的。啊，愈听就愈感觉，毋知伊到底咧讲啥。伊讲，我读遮尔济神学研究圣经。我知影，我家己有足济也阁毋知的所在，但是你毋知影，你毋知影，就饶舌的对无？我知影，我家己会毋知影，甲你毋知影，你家己会毋知影，这有差。咱咧追求上帝的过程，咱咧追求信仰的过程，其实咱到伫一个坎站，一定会有足济代志是。我毋知，有足侪代志是咱无法度了解上帝的旨意是啥物。咱兄弟姊妹拄着侪困难，当咱拄着侪苦难的时阵，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咱嘛真正毋知影上帝的旨意是啥物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咱叫强要加做，我知影，敢毋是？有当时啊，咱会去安慰别人的时阵，咱加做我敢若是知的，所以上帝会安慰你，上帝有伊的安排。但是老实讲，当咱咧讲这个话的时阵，我嘛毋知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物。每一个人拢有咱的限制，咱会有咱毋知的所在。生命中间会有足侪事是咱无法度回答的，都是因为安尼。
人才需要上帝。颠倒是咱因为咱掠准咱家己拢知，所以咱才认为我会当完成啥物，我会当靠着我家己的气力赢过啥物。直到上尾啊，当咱拄着困难的时，咱敢若假做咱知，咱敢若假做啊，上帝会帮助我。但是当咱讲的时阵，心内底是虚的。咱咧追求上帝的道路，咱一直咧学习。我是真正有足侪毋知的事，上帝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引带我，求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，甲我同行，互我真正知影讲，踮伫每一个时刻，耶稣要怎样带我向前行。所以踮伫这段圣经对以弗所的信徒来讲，因已经知一件代志啊，因已经知人需要悔改，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。但是因也毋知的是，约翰的洗礼是爱因备办，要听候耶稣基督光照因的性命，互因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。成做一个新的信徒。对保罗来讲，因看到这以弗所信徒，因有也毋知的所在，总是保罗踮伫遮，因介绍耶稣，因介绍耶稣到底要踮伫这个世间所行的是啥物，煞接因受洗礼归伫耶稣的名。其实咱有当时咧讨论这段圣经的时阵，会进入一个真大的争辩，就是敢有第二摆的洗礼嘛？敢有第二摆的洗礼？敢若因已经受到约翰的洗礼啊，但是现在保罗阁替因行一个耶稣的洗礼，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呢？老实讲，这并毋是第二摆的洗礼，这是因真正进入耶稣基督的名。这摆的洗礼是因真正认捌耶稣，真正进入耶稣基督的名。踮伫教会内底，咱特别踮伫长老教会，咱拢会讨论这个问题。咱小二的时阵会受一摆洗礼，对无？小二的时阵会受一摆洗礼，但是咱到伫大汉了后，咱就无第二摆的洗礼。为什么？咱来想看觅。小二的时阵，当牧师咧替婴儿行洗礼，甲新人行洗礼的时阵，所讲的是啥物？我奉爸、囝、圣神的名，甲恁行洗礼。无论是小儿洗礼，还是到伫成人的洗礼，拢是共款的。我奉爸、囝、圣神的名，甲恁行洗礼，代表讲对一个婴儿对一个小儿时阵，伊已经领受耶稣基督，已经领受圣神的洗礼啊！这个洗礼是有效到什么时阵？永远有效。当迄个洗礼奉爸囝圣神的名洗礼的时，即摆的洗礼就永久有效。所以，无论是小儿，还是踮伫大人，其实所领受的，拢是当耶稣基督进入伊的生命的时阵，圣神已经踮伫这个人的生命中间做工啊。所以到伫大汉的时阵，若是有受过小儿洗礼的人，就安怎？伊只要做信仰告别，过一摆做信仰告别就会使，因为迄一摆的洗礼，圣神已经踮伫伊的生命中间咧做工啊。所以，当保罗为着这以弗所信徒还手，圣神降临踮伫因的心，这一摆因真正认捌耶稣的道路。这12个人开始咧讲腔口，开始咧宣讲上帝的信息，因对耶稣基督有较全部的认捌啊。保罗的宣教旅行，永远是一段经验上帝、经验圣神的宣告。伊所帮到的每一个人，所拄到的每一个事件，拢咧帮赞伊家己甲所拄到的人对耶稣有更进一步的认捌。
每一个人其实拢是安尼，咱是照着咱身躯边的人，咱是照着每一个甲咱做伙团契的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伫即条追找上帝的道路顶面，哪来哪进步，哪来哪进步，哪来哪对，毋知到知，但是伊原知的是，我搁较有搁较侪会毋知。人生的道路就是安尼，咱是一直咧进步，咱是一直照着无共款的人彼此引带咱向前行，互咱会当做伙宣讲上帝的信息。所以，其实对一开始到现在，咱对领受洗礼到今，咱一定有足侪人真做咱的帮衬。咱会对咱身躯边的人认捌耶稣。咱会对咱身躯边的人，搁较看到耶稣踮伫伊的生命中间做工，就算讲咱是开始受洗礼的理由拢无共款。我有一个新行医的同学，管1年的时阵带做伙，伊足趣味的。伊做几啊年的职业军人，后来走来读新行医。当然1年开始，逐个人拢会小问一下：你为什么要读新行医？这个同学伊就讲，其实我嘛毋知呢。所有的同学听了就感觉足好奇的。你拢毋知，你为什么会来到伫遮？伊就讲，反正我厝的人叫我来考新行医，我就来啊。愈听愈奇怪，佫继续去问，所以你一开始受洗礼的感动到底是啥物？伊就讲，我嘛毋知，反正我自细汉踮伫教会中间大汉。我老爸嘛是教会长老，所以伊爱我去洗礼，我就去洗礼啊。就愈来愈好奇啊！迄个小会毋是拢会问道理嘛？你为什么会安尼受洗礼？伊就讲无法度啊，因为小会员拢是阮家族的人，所以我一去，所有的人就讲好这个会使啊，都安尼洗礼啊。逐个人就感觉听了就3条线。但是我这个同学，伊是一个足认真的人。一开始，阮受分派讲爱摒扫，因为是职业军人，所以伊足认真的。伊就甲阮两个去做伙清理冰箱。迄个冰箱内底一拍开，老实讲安尼拢讲新行医内底足恐怖的代志。冰箱内底一拍开，拢是怪怪的味，内底有足侪奇奇怪怪的物件，大概所有人拢毋敢去读。但是我这个同学就足认真的，带阮两个人就真正一个大骹粪扫地开始清，足紧的时间，甲所有的灶骹全部拢清了足好势。一年搁一年，一开始伊对信仰的认捌真有限，但是到伫2年到3年，我感觉伊有较侪认捌啊。伊对伊家己要真做一个牧者，有较进一步的认捌。其实我对伊的生命中间，我也学习足侪。要真做一个传道者，毋是讲我已经完成啊。毋是讲我已经是一个训练完成的人，所以我去新行医只不过是我踮伫遮读册，然后我摕到一个资格，我准备要真做牧师，是踮伫这个追求信仰的过程中间，一直咧进步，一直有搁较深的了解，是一年比一年搁较进步。服侍嘛是共款，咱一年比一年搁较知影上帝到底爱我做啥物。咱踮伫教会中间，咱会参与无共款的事工，咱会参与无共款，无论是服侍细囝，也是音乐，也是做社会服务的事工。其实一年搁一年，咱拢必须要去问这个问题。今年我拄到这个人，我拄到这项事，这项事有帮助我，互我认捌的比过去搁较侪无？我有得到搁较侪的感动无？踮伫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，我有哪来哪进步，哪来哪认捌耶稣基督无？对洗礼到现在，我有搁较认捌耶稣基督吗？
对洗礼到现在，对一开始服侍到现在，我有哪来哪因为认捌耶稣基督，致到我家己的性命有新的成长无？老实讲，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，因为要跟对耶稣是充满挑战、充满逼敌的。10几年前，我拄到伫台东的时阵，有一个超过70岁的长老，伊来找我。一个超过70岁的长老，伊来找我讲，迄个是传道，老传道，你有兴趣，咱做伙来去加角服侍无？伊招我要去加角中间来讲道。我还阁会记哩，我头一摆要入去加角。头一摆，迄当时啊，甲牧师娘，阮两个人要入去加角，阮两个人拢足紧张的，看到一个搁一个的门，离新港上近的是太原加角，太原非常的大，太原到倒为止关2000个人，内底的设备嘛袂歹，因替要追求基督教信仰的人有设一个礼拜堂踮伫内面。内底真正哪亲像礼拜堂共款，有椅啊、十字架，拢办了真好势。头一摆阮两个入去的时阵，非常的紧张，椅啊吼，拢毋敢摕咧，拢毋敢摕伫后壁的椅啊，因为后壁全部拢兄弟嘛，拢毋敢摕咧，敢若坐迄个椅啊的前1/3，足紧张的，嘛毋知要到底安怎甲因讲话。都看到这个70几岁的长老，因拢叫伊曾妈妈，所有兄弟拢咧甲伊叫曾妈妈，曾妈妈，拢足热情的甲伊伫遐咧讲话。后来甲伊拍招呼了后，这兄弟就开始阮拍招呼啊，足紧张的。伊就有兄弟讲，你新来的吼？伊就甲我讲，我新来的，但是伊阁继续讲这兄弟就讲。足感谢恁愿意来看阮的，无人想要插阮。感谢恁有愿意来遮，所以因安尼讲我才开始对椅仔的头前慢慢加放较轻松啊。踮伫遐咧讲道，后来我嘛捌带过新学生去内面讲道，阮开始咧讨论一件代志。踮伫家角内底讲道，甲踮伫教会内底讲道有啥物差别？咱又看觅。阮得到一个上大的结论：踮伫家角内底咧讲道，讲人有罪较简单；踮伫家角内底咧讲人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比踮伫教会内底讲人有罪佫较简单对无？踮伫内底咧听的人嘛，比踮伫教会的人佫较直接去承认我有罪。所以踮伫这个讨论的过程中间，长期咧做家角事工的传教者会甲我讲，你看，所以减毋是无论踮伫内面，也是踮伫外面，所有的人，因拢若亲像派一做家角踮伫你家己的性命嘛。愈来愈侪摆踮伫内面，我真捌愈来愈侪，因为嘛替足侪兄弟洗礼，替足侪踮伫内面的兄弟洗礼，踮伫内面是简单的使用者的人，所以至到因会一摆过2摆1摆，因的性命哪亲像着踮伫即个恶性的循环中间，嘛知影讲真正出去的人。改变的有限，总是这个70几岁的长老，伊犹原一年一年一直咧做一件代志。我看到伊对70几岁到达80几岁，抑阁不断咧做家角的事工，这互我一个真大的感动。迄当时我就会感觉讲，伊无要退休，我嘛毋敢讲我袂入去。伊无退，我嘛毋敢讲我要放弃。尤其踮伫这几年来，这个80几岁的长老，佮经验，伊的囡仔中风过身，伊所带的一个同工，也因为意外也离开。
伫一个每一摆的阶段，拢是一个真大的打击。到伫80几岁，我已经感觉伊敢真正阁行会落去吗？结果伊讲，我的囡仔，上帝就爱安尼甲伊接去啊。既然上帝是接伊去，毋是接我去，安尼，我必须爱做到上帝爱我离开的迄一日。所以我要继续做，到呾伊犹原守着这个号调，逐礼拜踮伫家角中间咧服侍。其实台东的家角服侍是足忝的一个服侍，因为台东啥物无，家角上济。台东至少有7个家角。所以定定有人来台东佚佗，我拢讲算笑讲，你看台东家角足济，阁有啥物嘛足济，十字架嘛足济，教会也足济，所以遮个所在是一个罪人足济的所在。提醒人拢是有限的，人拢是罪人。这个80几岁的阿嬷，伊用伊的性命搬过语言的限制，搬过成长背景的限制，踮伫迄个所在继续宣讲上帝的话语。圣神踮伫伊的性命中间咧做工，圣神一直咧使用伊。其实，咱每一个人也是共款的，无论到伫几岁，无论到伫啥物时阵。上帝犹原使用咱，要互咱一步一步愈来愈进捌，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伊有伊家己水的工作。咱要继续宣讲，咱要继续成做圣神的使者。圣神透过这12个人，讲无共款的方言，宣讲上帝的话语。有当时咱拢会感觉，敢若讲方言是一个足特别的事，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讲方言是搬过每一个无共款的语言，接触无共款的人。我有一个原住民的同学，咧要替伊踮伫长老教会内面，其实原住民的同工是足辛苦的，因为阮拢爱彼此替无共款的族群施会，但是原住民替河洛人施会的时阵，敢若原住民拢爱讲台语，所以因爱硬去练。但是当咱汉人要替原住民施会的时阵，拢安怎？拢讲华语较济。有一摆我的同学真正讲，我要用原住民的语言替伊施会，我就看我迄个同学。对一礼拜进前，逐工拢咧练原住民的话语。上帝会听，帮赞伊，伊会讲，当然，就算讲练规礼拜到迄日，伊迄个语言犹原是听起来嘛是怪怪，但是咱看出的是兄弟姊妹彼此会听。所以当咱咧讲无共款语言的时阵，其实圣神的工作是互咱搬过每一个无共款的族群。伫咱中间，咱有熟悉台语，有熟悉几礼拜前有熟悉客语，有足侪无共款语言的人踮伫即块土地。圣神会讲，互咱搬过无共款的语言，然后佮宣讲上帝的话语。语言代表一款背景，所以上帝一直咧使用咱。互咱搬过每一个无共款的背景，每一个无共款的族群，咱拢咧学习上帝的道路是啥物？永远的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永远有新的创造。透过咱甲无共款的人接触，也透过咱进捌咱身躯边侪重要的信用典范。照着这个典范，伫咱的生命永远有新的创造。人认捌家己的罪，悔改，避免咱家己生命有一个空间要接受圣神的带领。
每一日拢是新的，每一个恩典拢是新的，每一天咱拢拿来拿敬拜耶稣基督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因我的上帝，愿感谢你，你一直咧做工，你一直透过济阮身躯边的兄弟姊妹，因的性命咧鼓励阮。对一开始认捌你到现在，对领受洗礼到现在，无论是几礼拜、几年、几十年，主阮拢知，阮不过是软弱的罪人，阮拢需要认捌你，阮拢需要一日比一日较高军队你，一日搁一日较高认捌你。愿主你正做阮的帮衬。踮伫阮的生命中间，继续有新的创造，互阮每一日拢是新的，每一个恩典拢是新的，互阮看见阮的生命永远踮伫换新的中间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同齐用来唱诗歌，圣诗第498首，主的福音真道理。咱坐来吟全首，圣诗498首。现在，咱做伙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现在由我来报告伫周报的第8页教会消息。第二点，本主日第2堂礼拜后，伫社区发展中心嘉比屋要召开中职会，请中职团契的首长、机构的会长、机构的首长参加。第3点，本主日甲后主日1月17日要进行教会上半年度的会期检绍，地点伫1楼的副堂，请各机构和团契准备好资料受检。第4点，1月17日后主日下午1点，伫大礼拜堂内要举办中职的诗会训练。请长老甲中职留时间参加。以上报告。咱三甲来读本日的经句，伫周报的第10页。我来读一解，然后咱来读2解。大官灵的囝，恁着将阳光气力归予耶和华，归予耶和华，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予伊，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。咱做伙来念：专念来，恁着将阳光气力归予耶和华，归予耶和华，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予伊。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。搁一解。大官灵的囝，恁着将阳光气力归予耶和华，归予耶和华，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予伊。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。诗篇29篇1节到20节。介绍，咱请牧师来介绍。好，咱今仔日敢有新来的兄弟姊妹嘛？咱小看影一下，所招呼因为踮伫天气寒冷的时咱小招呼一下嘛，互咱感觉一寡温暖吼。因为听讲后礼拜阁要继续寒冷。嘛，感谢大家踮伫寒冷的天气中间，咱头一摆巴克利圣经学堂又完整热情来参与。咱头一摆，咱就咱拢有100个人做伙来读圣经。我想这对咱教会是一个真大，咱会当真大向前的气力。有来参加会记你讲，咱伫顶礼拜咱讲一个重要的行动是啥物无？伫一礼拜的中间，咱至少爱有一个上赞上帝的行动。伫一礼拜中间，至少有一个上赞上帝的行动。所以，咱参加100个人，若是有100个上赞上帝的行动，咱的教会、咱的家庭、咱的社会会开始有真大的改变。所以有缘会当邀请咱若时间会拄好，咱愿意来参加，咱就尽量拢来参加。反正对面教室坐袂落去，咱就来礼拜堂吧。对面坐袂落去，咱就来礼拜堂读圣经。所以鼓励咱会当有时间咧，咱就做伙来参与，因为家己1个2个读圣经，甲真正100个人读圣经，迄
个动力无共款吼。啊，透过安尼，咱真正徛在踮伫上帝的话语中间，互咱的性命得到新进步，也互咱的性命不断见证上帝有伊新的创造踮伫咱的教会中间。好，咱做伙来吟山尾边的诗歌，咱做伙来吟圣诗400首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予你心世间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疼痛，亲像长老我罪，伫梦无福安眠，看见主的光，主真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，愿主赐予你心世间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疼痛，亲像长老我罪，伫梦无福安眠，看见主的光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上帝用伊的光照光咱，愿主耶稣基督用伊的疼痛充满围绕咱每一个人，也愿圣神的感动、圣神新的创造，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，每一日拢是新的，每一个恩典拢是新的，每一个祝福拢是新的，对答到永世代。阿门。请坐。
拜。